湾香港飞镖交流竞标赛举办线顶的开幕式。今年参赛的学校有4间，所有比赛嘛是以线顶竞赛来进行，互同学有一个交流拼图的舞台。 清水高中飞镖队的成员伫国内比赛，定定摕到好成绩。今年因是头一摆参加2022台湾香港国际飞镖交流竞标赛，也是为了今天，然后准备了很多，像放学留下来练习，然后早上也去练习，是一直不断努力。这也是第一次参加香港国际的交流赛，然后4校都派出非常优秀的选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。 今年参加的学校总共有4间，所有比赛嘛拢会用线上竞赛方式来进行。那我们老师也能指导学生的一个专注力，那这对学生的一个身心灵都很重要的一个练习。 清水高中除了5万学生会当提升飞镖技巧和抗压性，嘛期待伫未来比赛会当继续争取好成绩。